屬羊嘅朋友，2026年係六合太歲年啦。六合太歲係代表你同太歲嘅關係緊密融洽。雖然同太歲嘅關係融洽，聽起嚟係咪一件好事啊？但係亦都要睇情況而定嘅。合太歲就好似兩粒磁石咁黐實咗咁，令到你今年嘅運勢咧平穩不變，難以做突破嘅。所以如果你而家有份好工，人工又唔錯，人緣又好，老細又賞識你，咁恭喜你啦，唔好轉工。2026年會 keep 住都係咁好噶。嗱，如果你同你另一半都係非常恩愛同甜蜜嘅話，2026年都係持續咁恩愛噶。不過如果你係想求變嘅話，或者發展新嘅方向同突破現狀嘅話，咁我就會強烈推薦你佩戴超級七水晶啦。超七佢本身擁有極高嘅能量同埋爆發力啦，特別喺財運同埋事業運方面都能夠幫你突破你而家嘅現狀㗎。